朋友們，今天來為大家做一下2026年1月23號星期五的指盤前分析。昨晚指大幅反彈，整體大勢轉好。昨天指開盤後，很快就衝上了26,700點之上，不過之後受到壓力開始回調，在26,500點附近震了一段時間後，又慢慢向上走，到了夜盤，它跳空高開，然後一直保持上行的態勢，最後收在了26,917點。這形勢看住還挺不錯的，不過雖然夜盤出現上行是好事，這說明多方有誠意向上突破，但咱們必須在日市，也就是股市交易時段來確認這個突破，不然很可能就是假突破。就好比咱們蓋房子，打好了地基，看住挺穩，但還得等房子蓋起來，經過時間檢驗，才能確定這地基是不是真的牢固。那要怎麼確認呢？對於散戶來說，除了看價格變化，也沒別的更多資訊了。要是大市能盡快衝上，並穩穩站在27,000點之上，那繼續向上並且突破27,300點的機會就很大。今天開盤之後，咱們就看大市會怎麼發展了。接下來跟大家說稅指的關鍵位置，核心區域在26,657點，這是大圖多空分界點，到26,896點，也就是即時多空分界點。支撐位有26,500到26,550點、26,410點、26,300到26,350點、26,200點，還有26,000到26,100點。阻力位則是26,960點、27,000到27,080點、27,200點、27,260到27,300點以及27,500點。操作建議方面，日內還是要繼續結合技術圖形來動態判斷。這裏要提醒大家，文中所有圖示都是有 P-Power 值，即是指示系統自動產生的。不過還是得強調一下，以上分析僅供參考，市場有風險，投資買賣必須謹慎。若大家有興趣參與 P-Power 即是指示系統分享交流群組微信，歡迎掃碼加入。最後想問朋友們，你們覺得今天指會突破關鍵阻力位嗎？歡迎在留言區留言交流，歡迎分享、按讚及小鈴鐺。以上分析基於公開信息，市場資訊複雜多變，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決策請結合個人風險承受能力。香港企業儲蓄互助社 KQ 投資市場資訊分享。